即马 Podcast 当流行，人人都会当做广播的主持人。为着要互时代找到录音助理的目标，嘉义市卫生所甲公益团体做伙办理 Podcast 的培训课程，提供各种的教学，要互时代来做主持人录节目，也互时代有展现家己的机会。时代对老师来做声音的练习，煞来阁有节目客话的课程。这时代拢是要来参加 Podcast 的培训课程。来上课的时代讲，接触广播，互因感觉真新鲜。以我来讲是讲好耍，还佫会当学到物件，哦，学尽量当然是想学愈济愈好啦，但是有当时也会吸收袂去的时阵，就只好是讲降下一点点那个程度。因为咱创时咱讲话啦，无咧讲上电台，无报互别人听，所以咱是练习讲要安怎讲话讲互别人听，对家己讲话嘛有帮助啊。嘉义市卫生局配合公益团体开办媒体课程，互时代来上课，毋但鼓励时代分享家己生命的故事，佮透过客话配音的课程，互时代家己做广播的节目做主持人。早安，有人广播电台，请大家慢慢来欣赏，我甲恁主持的节目。伊要做一个播客的节目吼，要安怎来做一个计划吼，咱要讲啥物款的故事，一寡即个少年仔美丽过去的故事，拢是咱即摆少年囡仔毋捌的，所以要透过即个方式，甲到时代的生命的故事讲出来。嘉义市卫生局表示，来上课的时代差不多拢是70岁以上，有做环保健康的主题，嘛有分享因家己的故事，希望透过这种方式，互时代增加自信、自我肯定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